情解说两句我和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，解说解说。国情今日招你来探讨，咱来解说一底日本时代的刻盘。作词家是文学界的高人黄德时先生。这个刻盘歌名做《美丽岛》，咧赞叹台湾的风光明媚。头一拍的歌词你甲听看卖？讲你看呢，这两山水牛食草过田花，乌树娘仔来做伴，家车顶徛咧看关山。美丽岛，美丽岛，咱台湾。迄当阵虽然是当作流行歌的刻盘印出来咧卖，分封主唱。黄德时作词这条《美丽岛》，毋过你甲听，这若印落去课本，互囡仔读，袂输嘛，敢若囡仔歌咧。农业时代老辈，你听这个歌词一定会感动。讲乌树娘仔来做伴，徛伫咧水牛脚车顶看关山。黄德时先生，这真知识界拢对伊真钦服。台湾前辈者高人，日本时代，伊做甲台湾新闻部的主编。担任记者这方面的职务，甲国民党来介管的时阵，伊去台湾大学中文系做教授，做到1983年才完全退休。因为伊对台湾的文学、对民间的歌册、对布袋戏、对囡仔的儿童文学、囡仔诗，拢足有研究。伊家己作词日本时代这条歌，拢总3拍。不过可惜就是，即马敢若刻盘人有录出来听，因为还佫有人买得到。较早将近正100年前的刻盘，不过迄张印歌词的单已经无得看，所以一人主张一款，第3拍的歌词国情，佫捡出来甲你互相探讨。讲你看咧，甘蔗园，阿兄老嫂嫂要转，爱情甜蜜较甜糖，一步行一步心头酸。美丽岛，美丽岛，咱台湾。看到迄个甘蔗园，两个男仔伫咧依依难舍。可种头拄仔伫咧讲，即摆因为都无看迄张歌词单，所以有学者抄啦，抄讲即句阿兄，伊抄做阿兄熬做酥蜜糖啦。有哪有人抄做阿兄老嫂酥袂长啦？若国情听出来，正就是阿兄老嫂啦，嫂要长。爱情甜蜜较甜糖，毋则会讲两个伫咧拆袂开。一步行着一步心头酸，这原来美丽岛迷人的景致。